繼續來看美國共和黨的大挑參議員葛瑞姆長期來堅定支持咱台灣。今麥有消息講，伊佇禮拜六訪問這烏克蘭帶轉來，伊佇處理心臟線雄雄頂起，享受是71歲。美國總統川普甲各界攏表示哀悼。美國國會參議員也是總統川普的政治朋友葛瑞姆，美國時間7月11日暗時，因為突發疾病心臟頂起過身，食到71歲。葛瑞姆捌3屆訪問台灣，其中上受人矚目的是2022年帶跨黨派代表團見前總統蔡英文，真濟當來佇國會大力推動友台的法案，小挺台灣防衛甲國際參與。咱總統府也發聲明哀悼，表示台灣失去一個真重要的友伴。If America abandons Taiwan, it will change the world fundamentally for the worse. Who would be our ally in the future? 毋但是挺台灣的代表，葛瑞姆閣較是美國外交鷹派的指標性人物。佇伊死去的前一天，才拄佇咧基輔見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，誠做是伊最後公開的身影。Help Ukraine be more lethal. Let those supporting Russia to know it's going to be a price to be paid if you keep doing it. 美國總統川普隨大文哀悼，俄勒葛瑞姆是伊所熟悉的上偉大的人甲參議員之一，是一個做工課無咧休困、真正的美國愛國者。了後，伊隨下令全美國累半期致哀。葛瑞姆佇2016年大選的時，捌公開批評川普，也毋過後來誠做是川普佇國會上忠實的朋友。And a friend of mine for a long time. We don't always agree, but that's okay too. But he's a great guy, a great politician. 包括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、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等等各界攏有表達哀悼。伊的離開也結束30多年的政治生涯，也讓台美甲國際外交舞台失去一份出聲捍衛自由的力量。記者綜合報道。